我係 Vivek Marbani 阿 V，係一位懂得笑嘅表演者，會用英文同埋廣東話做表演，喺香港好多 show 㗎。有時候你見到身邊嘅朋友咧，好似冇人理佢啊，或者俾人哋走開啊，唔好搞，唔好俾人排除咧。其實最好嘅嘢就係你自己行去同佢做朋友。我知可能你覺得吓，但係人哋會話我㗎喎，唔好咁諗。你諗下，如果有一日你自己俾人排除嘅話，其實你想要嘅嘢唔係人哋接受你，係可能你想有一個朋友俾你知，唔使驚，我喺你隔離就得㗎啦。而你做到嗰人咧，你會覺得自己好滿足，再加埋咧，你會覺得好有意義啊！多咗嗰時嗰個悲劇咧，我花咗少時間諗通咗之後，就會成為一個喜劇。而今日嗰個喜劇就大家包括埋我，可以一齊笑，就係咁簡單嘅咋。唔係咁多話要打爆機，只需要俾個機會自己打一個遊戲咧，就好好玩。唔係攞最高分，係攞分就好精彩嘅啦已經。但我知係有時覺得，哎呀，但係今日我真係需要揾個朋友啊，即係我真係需要人哋同我傾下偈啊，有個少少嘅支援都得個爭啲啲嘅啫，唔使驚。因為你可以揾 SPS 23820000，有人等緊你同你傾下偈，可能幫你諗一諗通你嘅悲劇，加少少時間，咪一個人嘅幫助咧，就成為喜劇。到時我哋可以一齊笑噶啦，You can do it。